今日條片拆解近期震撼全球匯市嘅美日聯手救日元事件，同時解答觀眾最多人問嘅幾個疑問：點解日元跌至40年新低？點解日本加息單邊干預都救唔返匯價？今次美國出手幫日本，背後有什麼利益交換？日元短線反彈重返5算，對香港人日常生活、資產投資又有咩影響？先講最新市場走勢，建立基礎認知。7月尾，美元對日元持續走弱，連續突破163、164兩個關鍵價位，刷新近40年最低。過去40年，日本歷經泡沫爆破、失落20年金融海嘯、疫情衝擊，從未出現過如此極端嘅匯率走勢。日元大跌期間，香港換匯市場迎來一波熱潮。高位時100港元可以兌換超過200日元，大量市民換錢訂機票計劃日本旅行，亦有投資者趁低留意日本樓。日股資產隨住匯價持續失控，日本財務省多次單獨入市買入日元托市，但干預效果維持極短，只要政府停止投放美元儲備，日元即刻再度走跌。單邊操作失效之下，日本只能主動向美國提出協調干預請求。特朗普公開受訪時直接證實呢件事，佢明確表示日元持續偏弱，衝擊雙邊經濟平衡。日本官員主動接觸白宮尋求協助。美國出於同盟穩定同全球貨幣秩序考量，同意配合聯合操作。其後，日本財務大臣片山高月發布官方聲明，確認7月31號美東時段美日貨幣當局同步入市。紐約聯儲代表美國財政部拋售歐元換日元，同日本財務省同步吸納日元壓抑美元漲勢。今次聯合干預有極強歷史參考價值，對上一次美日協調操作已經係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，當時係為壓抑日元過度升值，今次則是合力阻止日元無限貶值。兩次操作相隔整整15年。官方消息一出，匯市空頭資金快速離場，美元對日元由164低位快速回落至156，短期日元大幅升值，直接帶動港元對日元回落至5算區間。早前超平換日元嘅窗口期正式暫時結束。多數觀眾只睇到日元反彈、聯手救市嘅表面結果，卻忽略匯價暴跌嘅多重深層成因。市場常規邏輯之中，央行加息收緊貨幣，本國貨幣會受資金追捧升值。但今年日元完全走出反常行情，日本央行連續加息收縮負利率政策，美國聯儲局同步減息收窄息差，理論上日元存在升值動力，實際卻一路創新低。反常走勢反映核心問題，日元貶值已經唔單單由美日息差驅動，而是全球資本對日本國家信用、經濟增長前景失去長遠信心。過去10幾年，美國長期面對通脹壓力，貨幣政策週期以加息、收縮流動性為主。日本常年處於通縮環境，長期維持零利率、負利率、超大規模量化寬鬆，兩國貨幣週期長期反向，形成穩定嘅套利空間。國際投機資金長年借入低息日元，兌換成高息美元買入美債、美股等美元資產，套取兩邊利息差價。源源不斷嘅兌換操作帶來持續日元拋售壓力，長年壓低匯價。呢個係市場最容易察覺嘅表層因素，但單純息差無法解釋今年加息之後日元加速貶值嘅反常走勢。真正核心矛盾集中於日本內部財政結構。日本政府債務佔國內生產總值比例達240%，位列全球主要經濟體第一位。整個國家長期依靠高負債維持運轉，龐大債務規模令日本央行完全不敢大幅加息。一旦利率明顯上調，政府每年需要支付嘅國債利息會急速膨脹，直接衝擊財政預算，引發國債市場動盪。如果維持超低利率不動輸入性通脹，會隨日元貶值持續惡化，物價上漲加重民生負擔。當前日本央行只敢推出象徵式小幅加息，並未從根本上扭轉寬鬆貨幣大方向。國際資金看穿日本政策底線，認定加息力度不足以支撐匯價，持續拋售日元，造就加息遇跌嘅獨特行情。財政債務死局係今年日元暴跌最關鍵催化因素。匯價本質反映一國產業賺取外匯嘅能力。90年代日本製造業橫掃全球，半導體、電子、汽車佔據全球大量市場份額，強大出口收益支撐日元長期強勢。
近20年，日本產業持續斷層，競爭力大幅下滑，半導體市場份額被韓國、中國、台灣、內地廠商侵蝕，消費電子產業幾乎全面退出主流市場，電動汽車轉型步伐遠落後同區競爭者，目前僅剩傳統燃油汽車產業維持出口規模。高附加值產業流失，直接令日本長遠外匯收入增長停滯，國家持續缺乏穩定高額嘅海外盈利流入，日元自然失去長遠升值底託，市場資本長遠看淡匯價走勢。再加上日本少子化、高齡化持續幾十年，人口年年負增長，直接壓縮國內消費、企業擴張空間，內需市場長期萎縮，本土投資回報率持續維持低位。日本大型企業、保險機構、退休基金為咗尋找更高收益，持續大規模將本土日元資金兌換美元、歐元，投資海外股市、債券、不動產，資金長年淨流出，同時海外資本缺乏動力，大額流入日本市場，日元長期處於供大於求狀態。人口帶來嘅資金外流趨勢屬於長遠結構問題，短期貨幣干預、小幅加息完全無法逆轉，成為鎖死日元弱勢嘅底層因素。今次40年新低並非短期投機炒作造成嘅長期貨幣分化、超高政府債務、產業競爭力衰退、人口結構惡化4大負面因素同時爆發嘅結果。多重結構缺陷疊加之下，日本單獨干預只可以短期緩解跌勢，無法扭轉市場長遠預期，最終只能主動尋求美國聯手穩匯。好多觀眾會誤以為美國出手係出於同盟情誼。國際匯市博弈不存在單純人情，美國願意協調操作完全基於自身經濟同戰略利益考量。如果日元持續無限貶值，日本汽車、工業製品成本大幅下降，大量平價貨品傾銷美國，擴大兩國貿易逆差。特朗普政府向來重視雙邊貿易數據，托高日元可以適度收窄逆差，保護本土製造業訂單。與此同時，日元作為亞洲核心貨幣之一，如果持續崩盤，韓元、新台幣、人民幣等亞洲貨幣會跟隨貶值。各國競相壓低匯價，搶奪出口訂單，擾亂美國主導嘅全球貿易同貨幣體系。聯手穩定日元，等同守住整個亞太匯市秩序。美國亦從不提供無償協助。今次協助日本託匯之後，後續會推進多項要求，提高駐日美軍分攤費用，開放本土農業同汽車市場，加大美國本土產業投資，跟隨美國限制競爭對手產業發展。整次聯合干預本質係一次雙邊利益交換。今次干預操作規模達8億美元等級，單個交易日市場成交量創12年新高，雙方同步拋售外幣買入日元，直接重創市場做空日元資金，帶動匯價大幅反彈，同步壓低港元對日元匯率至5算區間。匯價反彈直接帶來一連串影響，落到每一位香港市民身上。早前100港元對200日元以上嘅低位行情已經結束，港元對日元回落至5算，市民換匯去日本購物、住宿、飲食整體成本明顯上漲。短期唔建議大手一次性換入大量日元，可分段小額兌換，持續觀察後續美日會唔會2次加碼干預。